Now this love is for real, you will never let go, never let go. Oh, and it's more than just words, love beyond my control, out of control. This is real love, this is real love. This is real love, this is real love. 各位兄姐，咱礼拜就要开始，请咱准备心来敬拜。咱提醒大家，为着咱较好的一个礼拜品质，请咱将咱的手机啊、关机也是关做震动，多谢大家配合。Jesus, I'm found in your freedom. This is real love. This is real love. In your heart, I'm found. I want you. I want you. You won't let me down. You got me. You got me. Now this love is for real. You will never let go. Never let go. Oh, and it's more than just words, not beyond my control, out of control. You're pulling me closer and closer, holding my heart to the very end. Jesus, I'm found in your freedom. This is real love. This is real love. You're pulling me closer and closer, holding my heart to the very end. Jesus, I'm found in your freedom. This is real love. This is real love. Oh. 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咱兄弟姊妹哥倒转来到伫圣殿，咱上水的阳光教会，才有真水的礼拜堂，阿妹吗？阿妹，内面佫较重要有真水的人，哈，所以人比这个建筑物佫较重要吼。所以你家隔壁，你来甲伊讲，你甲伊讲你是上赞的兄弟姊妹。你是上赞的兄弟姊妹。哈利路亚！咱这个是咱来到伫圣殿，咱就是要来敬拜上帝，阿门。阿妹，所以咱的敬拜方式有啥物货？有唱歌，搁有咧跳舞，跳舞，搁来咧拍扑搁有无？天凯，搁有啥物方式？举手，呀，这只的拢是咧敬拜上帝。所以，咱今仔日用咱的专人、专心、专意来敬拜上帝，因为上帝是咱所敬畏的，伊的名值得咱学乐。你来甲隔壁，你来甲伊问讲，你准备好要唱歌未？你准备好要唱歌未？来，你甲伊讲，我准备好啊！我准备好啊！来，请起立。哈利路亚！咱大圣，咱要将咱本身，咱求圣神来运行伫咱的内面。当圣神运行的时，咱的心就充满火热，充满火热，要来敬拜，要来靠步咱的主，靠步咱伫遮的敬拜。阿门。阿妹，哈利路亚！我需要请咱双手举起，咱就是讲圣神，我意爱你来充满我。哈利路亚！咱做伙来讲，来，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意爱你。圣神，我意爱你。圣神，我靠步你。圣神，我靠步哈你。利路亚，哈利路亚是圣神，你是无所不能，你伫各所在你运行，伫这个时阮邀请圣神来带领阮，将阮的歌声，将阮的心献予至高的上帝，感谢俄罗主。这时咱要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来，咱三甲来祈祷，请。愿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式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
亲像阮要下面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阿门。咱的上帝，伊赏赐咱一个无摇动的信心。你的信心有徛在无？阿门。你若是有信心的，你大声讲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咱要来喊话3摆哈利路亚，将俄勒归乎咱的耶和华上帝。阿门吗？阿门。3摆哈利路亚，来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兄弟姊妹，咱们用一个无摇动的信心来敬拜俄罗咱的上帝。阿门。所有的怀疑，空
咱的呼啊声，为一切荣耀给咱的上帝。哈利路亚！因为耶和华赐福满满，给咱每一日拢能享受在伊满满的平安甲喜乐的中间。咱要继续用这首感动咱真熟悉的诗歌来讹乐咱的上帝。田中的白灵丝，无欠缺啥物；山顶的百合花，春天现芳美。总是全能的上帝，每日相思真好奇，予地上花月月时，献出疼痛的根基。中的白灵丝，无欠缺啥物；山顶的百合花，春天现芳美。总是全能的上帝，每日相思真好奇，予地上花月月时，献出疼痛的根基。哈利路亚！咱要用咱的祈祷，用咱的敬拜，成做芳芳的祭，摆列伫主的宝座的面前，永远无煞。阿门。主耶稣为着咱的罪过受钉死伫十字架顶，总是伊也对世人忠告我，成做咱的愿望。咱就将咱的性命献给咱的主，成做伊一生的器皿。转顺风，完全幸福，有你稳定，我会当好势你的竞选，不免怀疑。我的生命献予你，过去世界阮对你。我的荣耀，尽我一生传。
生命，无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有你稳定，好我为人好使你，你的竞选不免怀疑。咱伫今晚咱举起咱的手，咱将咱的生命献给咱的主。过去是家阮对你，愿你的荣耀，尽我一生还归。我的心永远记你，你为我生命放弃，耶稣我爱你。来自由来敬拜。这今仔日是咱甲主同齐道的时间。那呢，咱伫第二场的时阵，咱有18位的兄弟姊妹要洗礼，然后要转接归伫咱的教会内面。咱所看的这18位兄弟姊妹，咱拢无熟悉，完全是第一代，厝里是第一代来信主的。其中有几个厝里在少年的要来信主，厝里是开公庙的。老爸甲伊讲：你若要去信耶稣，伊安怎讲？切断关系是无？好，你去，你甲恁耶稣较有缘，哇，伊就来。佮有一个伫庙内面咧跳龙跳凤，伫庙内面，迄是啥物货？当机哦，毋是啦吼，呀。定是，所以你甲看因的生命的背后，有遮尔大的迄个黑暗的势力。总是因来到伫教会了后，因流目屎，因讲因毋捌感受到遮尔温暖、遮尔真实的平安伫内面。因就讲，我要来信耶稣，我要跟对耶稣，因为伊知影，当厝里的人、伊的朋友气杀伊，看伊无去的时。只有教会的组长、教会兄弟姊妹，真正听伊陪因行过迄个上艰苦的时期，所以因知伫遮有耶稣，这是真实的。阿门吗？阿门。咱有8个要转会籍，是对别的教派转会籍来到伫咱遮，
所以拢总加起来有18位。咱感谢主，互因愿意伫永光教会甲咱行传福音的路。阮甲因讲，咱要来到伫永光教会，拢爱行出去街头布道哦，恁感觉？因讲好啊，恁安怎行，阮就安怎做。感谢主，咱即个是要来为着因来祈祷，互因的心坚固，互因知影伫即届的洗礼了后。一摆的洗礼，伊永远的得救，互因的心坚固伫即个信仰内面，嘛诚做好的见证。阿门吗？阿门。咱为着这18位新的人，要诚做咱永光教会兄弟姊妹，咱举起咱的正手来为着因来祈祷，咱喊话3摆，主啊，咱就开始开声来祈祷，1、2、3，主啊，主啊，主啊，哈利路亚！主啊，阮为着阮遮的今仔日要洗礼转职的兄弟姊妹来祈祷。主啊，你看见因，主你喜爱因，主你将因拣选因来到你教会，互因感受到上帝你的时啊，你的平安。主伊就愿意将工具献伫主你的面前。主啊，因愿意要来分对主。主，阮看见这遮的性命，遮的灵魂的得救，阮的心充满平安喜乐。主啊，你要帮咱，互伊伫今仔日的洗礼，诚做一个永远的记号，是属于上帝的。主啊，你来引带帮咱，啊，互伊今仔日的洗礼，正是你心诚做迄个印证。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因为圣神甲阮同见证，阮就是上帝的囝儿查某囝。主啊，阮今仔日愿要领受圣餐，因为主耶稣基督，这是你甲阮所立的约。主啊，是阮要伫你的内面，透过这个圣餐，主阮阁愿意一摆讲，主啊，阮要跟对你。阮的兄弟姊妹，这个新的人，因要来到伫主你的面前来接受洗礼，转职来到伫永光教会。主，阮有这18位新的永光教会新家人，主阮为着因来祈祷，圣神你运行伫因的内面，互洗礼因诚做一个永远的记号，因的性命要更新，因的家庭嘛因为因来诚做一个复兴的家庭，因的家庭也要因为因一个拢来信耶稣。主啊，阮要将这个洗礼就交伫你的手，求圣神你来带领。因为你要做工伫因的身上，你也要祝福伫阮永光教会所有的正兄弟姊妹，祝福伫因每一个人的身上。阮阿乐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的生命，咱举手来讲，主啊，我的生命，我愿意跟对你。我的荣耀，请我的心欢快。我爱你，我喜乐来跟对你的，你的抱我声较大咧，献予咱的主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阿门。咱的儿乐是大有亏咱的，咱的儿乐被带来医治，带来能力。阿门吗？阿门。兄弟，请坐。这时，咱要来共读圣经，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诗篇112篇第1到第6节，请咱齐声来读，请。哈利路亚，称赞上主，敬畏上主，深深意爱伊诫命的，这款人真有福气。
因的子孙伫以色列地一定强盛，正直的人的后代一定受祝福。因的家内充满财富，因的好行为存到永远。正直的人伫黑暗中有光在照因，因有恩惠，有怜悯，有公义。慷慨照人过公正，处理家己的代志的，即款人事事顺利。义人绝对袂失败，因永远互人笑脸。上帝的话讲读到遮，愿上帝的话伫咱的心内成做咱永远的帮衬。即时是圣礼典的时间。兄弟姊妹，咱即个时咱要来共守圣餐，请咱的长老来就座。互咱的心来陪伴，甲耶稣同齐倒的时，咱知这就是伊的救恩，伊的活命也踮伫咱的内面。当然，这时咱要来邀请囝仔属伫耶稣基督，遮的陪餐者，拢通来享受耶稣基督所为着咱所设立的。主耶稣伊安尼讲，伊讲囡仔劳苦担重担的，通来就近我，我要互你得到安息。主耶稣伫咱的门外咧拍门，听见声音开门的，主耶稣讲，我要入去甲伊。我要甲伊，伊要甲我同齐倒。咱今日所领受的圣餐，是耶稣为着咱所设立的，也是照着保罗当日伊所讲的，是咱对主所领受的。伫耶稣受卖的迄一暝，耶稣甲伊的学生，耶稣就摕起饼，祝谢，擘开。耶稣伊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耶稣伊完捧起杯，伊讲，这个杯是用我的血甲恁所立的新约，恁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每一摆恁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什么话？表明耶稣会死，直到伊搁再来。咱要学习耶稣的款式，咱同心来祈祷。主，阮摆设这个圣餐的宴席伫你的面前。主，阮求你圣神带领阮。主，你将阮分别做成，互阮伫基督的内面，知阮是有罪的人。透过耶稣基督的保护，阮才得到清气，得到永远活。主啊，你也将这个杯甲饼分别做成，互阮伫主你的内面，因为透过这个圣餐，阮领受主你救赎的恩典，也互阮的灵命得到培养。感谢俄勒主耶稣，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这是这个杯。是用我的血甲恁设立的新约。每一摆恁啉这个饼，食这个杯，恁通来会记住，咱是属伫主耶稣基督的。这是请咱的长老来服侍。当咱摕到这个杯甲饼，咱是用二合一的。咱摕到伫手的时，咱先用感恩祈祷的心来陪伴。等一个牧师会带领咱来领受这个饼甲杯。
咱会当领受耶稣基督的身躯，伊的血，这是咱属伫主耶稣囝儿的人是特别有福气的。这就是恩典。主耶稣为着咱的罪，钉死伫十字架，也为着咱死过活，所以咱诚做伊百姓的人，也要甲伊同过活。圣神也应允咱伫耶稣基督的救恩内面，咱受到培养，互咱的性命日日活出迄个见证出来。哈利路亚！现在咱手里拢有摕到对无？有啥物人也未已经洗礼啊，也未摕到的？好来，咱后壁来对无？来举手一下，咱的长老来甲咱服侍。好，好，咱来后壁才来举手来。好，你也未摕到的，咱要来领受耶稣基督，所以为着咱设立的圣餐，哈，咱举手，咱的长老会当来徛到伫你的面前。好，搁有吗？来举手吼。好，头前才有长老。好，哈利路亚。来举手，互长老看到者。咱稍等一下，伫即个头上顶悬有一个薄薄的幕。好，透明的。好，咱慢慢来拍开，啊，稍等一下吼。好。主要所讲，这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所以，请咱甲伊掰开，甲迄个白色的迄个摕起来，摕起来伫顶悬手也悬，互牧师看一下。咱用祈祷的心，咱来领受。食了后，耶稣捧起杯讲：“这个杯是用我的血甲恁所立的新约，所以咱伫新约内面，咱就是耶稣基督的囝儿、查某囝。”这个是咱会当将咱的蓝色的幕来甲伊拍互开，慢慢啊来拍互开。拍开了后，咱来领受。主要所讲，这是我所留的宝血，透过这个杯，甲咱所立的新约，请咱来领受。每一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就是在表明耶稣伊的死，一直到伊搁再来。阿门。咱同心来祈祷，主，阮大大感谢你的恩典，你愿意放弃迄个天顶的宝座，来到伫世间，诚做世人道成肉体。主，你的救恩应允伫阮的身上，今仔日。阮来到伫你的面前，阮遮的每一位，阮拢是耶稣基督。你迄个伫十字架顶的救恩，阮就是遐个得救恩、得救赎的人。主，阮感谢阿乐你，透过每一摆圣餐的领受，互阮搁一摆倒转来，建立伫耶稣基督你的宝体内面，互阮常常
少年主你的救恩，也明白阮是属耶稣基督的，互阮的性命，互阮的日子，拢伫上帝你内面活起来，有气力，行伫真理内面，有光伫照阮，也互阮成做正人的祝福。感谢俄罗主，互阮今仔日领受这个圣餐，成做上帝你欢喜的百姓，也为着主你来做美好的见证。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所听的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咱会早起会当做一只透过潘牧师引带咱进入甲主耶稣同坐道，搁一摆领受这个活命的饼，也搁一摆甲主结连。每一届咱甲伊结连，咱拢爱相信这是生命的交换，就是因为咱是败坏的，是有罪的。耶稣基督用伊圣洁荣耀的身躯，甲咱替换。互咱会当搁一摆相信，咱伫伊内面，咱是新创造的人，是新创造的，就是旧的代志拢已经过去，袂当搁互旧的来填盘咱，咱拢伫伊内面，会当来享受伊一切的丰盛。所以感谢主，咱会当做伙一只透过上帝的话语，嘛搁一摆会当得到激励。请咱举起咱的正手，咱做伙来宣告来。圣经是我生命的宝藏。人生的灯塔，快乐的源头。我宣告，我信心百倍，喜乐满满。我有属天价值，活出美妙。阿门，阿门。感谢主。真欢喜，咱会当今仔日透过这段经文，咱会当好好来思考上帝的话语。今仔日咱是第3次的圣礼典，咱做一只透过。圣餐，咱嘛要搁较一届，也透过圣礼典的洗礼，咱伫第2堂的时阵，有10个洗礼，有2个更新礼，有6个对其他教派转入到伫咱教会，所以教派无共教派来到咱教会，因需要转职的一个接纳，咱真心中这个事，就是期待讲大家会当伫遮。透过信仰做基础，伫服侍、伫敬拜内面，会当去看见咱的合一，真做上帝的欢喜。所以感谢主，上帝的殿就是伫即个所在，嘛伫咱每一个人的身躯的顶面。透过安尼，咱所建立的就是幸福的家园。阿门。所以来永光教会，大家拢是爱充满喜乐的。伫昨即个门徒班结业的时阵，咱的即个。学员因就有真侪分享，讲哇，因真欢喜，上帝引带因来到永光教会。本来过去伊是真够受气的人，当时真爱哭，毋过爱哭毋是讲感动的哭，是安那受气的哭。总是后来伊感觉讲，上帝互伊伫永光教会去领受兄弟姊妹即款的亲切，互伊会当体会上帝一听就伫即个所在，所以上帝就渐渐改变伊哦。所以伊的心即摆就愈开阔，伊即摆嘛会哭，毋过迄个哭是安那出伫感动上帝的听，所以咱感谢主，互咱伫培育学校内面，无论对昨的门徒班还是领袖班，潘牧师带领袖班的即个结业的见证，有真水的见证吼。潘牧师昨安尼讲到要到1点嘛吼，佫讲袂煞吼，伊太济的真水的见证伫遮的学员的顶面吼。我甲讲，我要来睡觉，明仔载换我讲，我会互你听，吼。所以我佫欠伊的吼，下晡若小会开了，换我要讲即个门徒班咱这兄弟姊妹因真水的见证，这拢是上帝的作为伫咱的中间，所以咱感谢主。今仔日咱透过诗篇第112篇，咱要做伙来思考义人的路，义人的路，所以咱检查咱爱先精心来了解。义人甲罪人的定义是甚物？我相信伫教会咱的信仰内面，咱在定义义人甲罪人，甲一般社会人的观点是无共款的哦。所以咱知影，咱伫咱的信仰内面，对遐个违法的，就是无守国家的律法的，咱知影因遐是
不法的人以外，更较重要伫咱的信仰真清楚，就是咱所讲所做，若要达到上帝的标准。所以伫咱的常常会解释讲，就亲像写一支箭，无着红心就是有偏嘛吼。若有偏，就是无达到上帝的标准哦。吼，啊无偏离上帝的心意，也是讲甲上帝关系无好的人，咱讲这个拢是罪人，有罪的人。吼啊，所以咱嘛会当深深体会了解，为什么咱伫教会内面一直爱努力对真理来了解甲实践，这个过程是拢需要的吼。真济牧者啊，我看这个网络嘛，常常在讲，你伫特会若有感动啊，总是你的行为若无改变，迄个感动是无采讲的。是，所以咱的感动就爱加上咱有行动出来，迄个生命的改变，才是真正咱所信的是真个活的上帝。好，所以这款的关系，咱常常爱去思考，愿上帝帮助咱哦。啊，咱会当来了解。若是义人呢？义人到底是安怎定义？义人要安怎来定义？义人敢是讲啊，伊都无犯法哦，啊无做歹代志，安尼就叫做义人吗？无，伫圣经内面有真清楚，互咱知影，就是遐敬畏上帝、甲上帝同行的人，伫上帝的眼中，上帝就算伊做义，对无？亚伯拉罕就是安尼嘛吼。亚伯拉罕因为信，伊单纯的相信。上帝讲：你看天顶的星、海边的山，你的后裔要亲像遐济。哇！伊毋是用目睭来看，伊是用属灵的目睭来看。上帝甲讲：你看，你的囝、你的侄仔离开你了后，你看所看到的拢是你的。哇！所以伫这个处境内面，咱就会当清楚知影，愿上帝互咱真了解，咱敬畏伊，离开歹代，这是。基本咱应该爱有的，更较重要的就是咱要安怎甲上帝同行，透过顺服伊的话语来明白伊的心意，这是你我咱每一个在努力的一件代志。到伫新约嘛，互咱清楚什么叫做义人的定义，会当互咱知影讲因信称义以外，更较重要一个，这是上帝主动提供的，就是透过耶稣基督，所以咱真重要。伫咱的信仰内面，咱讲我是信靠耶稣，我是奉耶稣的名，对无？咱的祈祷了，拢爱讲奉耶稣的名，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奉主耶稣的名，这个拢在互咱真清楚。咱因为相信上帝算咱做义，咱若活伫基督内面，咱就被称做义，会当享受。上帝成做上帝的囝儿，甚至成做伊的护士，会当承接上帝一切的祝福，伊的百姓。所以，若是安尼，咱就会当看见，这是一个救赎的一个地位哦。这个地位是上帝主动提供予咱，毋是咱靠咱的行为会当换出什么，毋是。若是用咱的行为，咱知影世间人照圣经所讲，无义人，连一个嘛无。连一个嘛无，总是因为出自上帝的恩典，因为上帝主动提供这个位置，互既然信伊的人会当伫伊的内面来领受这个福分。所以，互咱安尼清楚了解的时阵，我相信咱信靠耶稣基督，咱就有义人的地位啦。阿门。吼，迄是上帝主动提供互咱的。咱就爱真清楚这个，所以感谢主，咱透过今仔日诗篇112篇，咱做伙来思考这个议题的时阵，嘛帮助咱，互咱会当每一个基督，若是咱英公人，咱拢会当行伫义人的道路的顶面，来互上帝欢喜。所以诗人伊就安尼讲，恁就爱学了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爱大欢喜伊的命令，这个人就有福气。哇，真水哦！伊讲咱就爱学了耶和华，咱就爱敬畏伊，咱就爱敬畏伊。伊甲咱讲，咱若是敬畏伊的时阵，咱就是真意爱来敬拜伊，学了伊的名，真意爱听叹伊的命令。迄个大欢喜，哦，中文叫做甚喜爱吼，就是足极度的哦，足期待、足渴慕、足意爱来到是上帝的面前。啊，这咱就会当来思考啊。一早起，也是讲对早暗，
咱是毋是就准备讲今仔日是圣的主日？哇，教会嘛有要举行圣餐哦，咱就有备办心对无？咱就知影今仔日咱来教会要创啥物？咱要敬拜俄罗伊，咱要甲主同坐倒，咱要各会同欢喜，互咱这18位的新的朋友，正对永光人、厝邻的家人、新的家人，互咱做伙会当交因做伙努力互因的性命、家庭、生活，所有一切，拢会当去经历上帝是丰盛的主。这就是咱今仔日来到这敬拜真清楚的目的。咱若有这款的备办心，我相信这款的备办是上帝所欢喜的。阿门。所以若是安尼，咱就会当了解耶稣讲：恁若听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啊！恁若是听我，恁的确会当遵守我的命令。若是安尼，咱就会当清楚哦。上帝是真清楚，伊袂勉强咱人去顺服伊，伊爱咱是主动乐意的，互咱来听伊、认捌伊。顺服会当服侍伊，这是上帝互咱有一个咱讲，互咱有自由的意志来做一个选择哦。这个自由的意志选择是你家己爱决定的，甚至魔鬼敢若会当甲你咬，甲你细声甲你讲，伊无法度替你决定。这就是上帝互咱会当兄弟姊妹，咱伫即大家真主动表达。咱敬畏这位上帝，一个真要紧的一个观点。所以，愿上帝互咱真清楚，咱若是出自内心的迄款的感动，来到上帝的面前敬拜伊，我相信伊会欢喜。总是咱若是讲就厝邻的人逼迫的特别一寡少年人就爸爸讲一定爱来，妈妈讲若无来，这礼拜就无啥，无所费，就不得不来遮打卡就有所费，安尼嘛袂歹那是安尼，是毋是出自家己甘心乐意的？那安尼，咱的敬拜可能是无采工的一件代志，嘛毋是习惯来哦，毋是为着什么人来，是因为咱较无这位上帝，因咱更较经历伊奇妙的作为，伫咱的教会，伫咱的兄弟姊妹的中间，伫你本身，咱每一届佮算佮少，伊的稳定的时阵，咱安尼在敬拜伊，我相信上帝的确欢喜，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义人的一个真重要的要件，就是凡事拢着存敬畏上帝的心。阿门。这是你我，咱伫真济这前辈的信仰的脚架内面，咱拢会当看见的。有真济信仰前辈的，可能亲像阮老爸老母，因拢讲因无读册，有啦，因着读罗马语嘛嘛会读圣经。总是因为讲因着是无读册。总是咱看到因单纯的信仰，佮祈祷所带出来迄款的功效，佮为人医病赶鬼，哇！即款的生业早就拢伫因服侍的过程拢经历啊。咱遮的较年长的兄弟姊妹，包括咱的前辈，咱的信仰的遮的，拢有真好的典范，拢伫咱的教会有遮的历史。所以愿上帝帮助咱看见。因堪得和上帝甲因算做义人，是因为因凡事存着敬畏上帝的心。但你我，咱嘛有一款的典范，通学习的时阵，愿上帝帮助咱，互咱真意爱敬拜上帝。阿门。互咱行伫义人的道路。阿门。你甲隔壁讲，我真意爱敬拜上帝，我行伫义人的道路。阿门。来，我真意爱敬拜上帝，我行伫义人的道路。阿门。是。哇，这是咱会真清楚了解爱默生，伊会当讲是美国的文明的老爸，有即款人甲称呼爱默生伊有讲一句话真重要，讲人若讲天使的话，天使就会降落来；人若讲魔鬼的话，魔鬼就会甲你吹上门。哇，即句话嘛真趣味讲你若讲天使的话。天使就会降临，哇！天使甲你敬拜而乐，天使你若是讲魔鬼的话，魔鬼就安那，免你拍门，自动门就开啊！嘿，这在讲啥物？讲咱要选择是天使甲咱做伙，还是魔鬼甲咱做伙？一个真重要的观点，伫即搭遮。所以愿上帝帮助咱，
既然咱是敬畏上帝的人，咱掠上帝做中心的话，咱所讲的、所想的一切，咱所做的一切，拢是遵行伊的教示来做的。伊的教示就是命令，伊的教示就是命令，互咱会当伫生活内面好好去思考。所以，到底你要爱天使甲你做伴，还是你爱魔鬼来甲你糟蹋？哇，这就是看咱用语言的官兵是要发出什么款的？是破坏性的，是消极的，还是讲是建设性的，还是真有阳光的？这你我拢会当来努力。我说昨伫我的办公室，我有看，可能10年前我写的吧，讲若是讲勇敢，就是突破的一个开始。吼，若丢毒，就是将来讨开的一个基础。这我家己写的吼。我去搁昨昏搁伫遐看到的时阵，是啊，伫咱的信仰内面，常常咱爱去面对真济的挑战。那安尼，咱是勇敢还是丢毒？咱是靠着上帝，靠着耶稣基督的名来决定，还是咱是靠咱的血气？这关键的就是咱开门是邀请天使来，还是开门邀请魔鬼来伫交叉？你我拢伫咱的生活，拢伫不断，拢伫重复这个代志哦。所以咱求上帝帮助咱，因为咱的话语所带出来，毋是干那咱本身会受影响尔，伫咱的家庭内面，伫咱的教会，伫咱的后辈内面，拢会有影响哦。这个影响拢伫咱的生活内面，无意间拢伫散发咱信仰的价值。所以这是你我像做基督徒的，咱逐日会当靠着上帝的话语来得胜，真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诗人伊讲，义人的后代、正直的人的后代，伫这个世间一定会强盛；正直的人的后代一定会得到上帝大的祝福呢。若是安尼，咱嘛求上帝，互咱有深深知影，上帝伫每一个世代拢在找正直的人。每一个世代拢在找迄个敬畏伊、顺服伊的人。对旧约开始，咱就拢看见，就是搁较黑暗的世代，上帝若看到有人是敬畏伊的，伊就拣选因，伊就向因显明，将上帝对亚伯拉罕所祝福的，搁一摆重复一摆，对无？到伫新约，耶稣有缘伫甲因讲，甲这个学生军队伊也讲，是上帝的祝福应允。对创世所为着咱备办的，咱的培育系统内面，咱讲是多产倍增长全的，对无？多产倍增长全，这是上帝对人的祝福，也对咱的信仰的老爸亚伯拉罕所应允的。那安尼，上帝看到这个敬畏伊的人，就要甲因立约，甲重新将亚伯拉罕之约，搁一摆来确明，互咱知影。上帝就是安尼在敲吹，所以求上帝帮助咱。咱若是守约，就是照上帝的真理来做的时阵，上帝为着咱备办的亚伯拉罕的福气，拢有缘要伫咱的家庭，伫咱的一生道路来显明出来。你有相信无？咱相信的，因为上帝拣选一个人，就是成做一个典范，互咱来学习。嘛是每一个世代，伊拢安尼在做哦。所以伫创世纪17章，伊就安尼讲：我要甲你的世代代互会坚固我的约，做永远的约，也要做你甲你的互的上帝。这是上帝耶和华上帝对亚伯拉罕所讲的。那安尼到伫信仰的系统，咱是属灵的系统。咱讲，咱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咱若守这个约，咱就会当承受这个，而且咱的后代若是愿意继续对咱的脚步，迄个福气就更较满满，要伫因身上来显明。所以咱爱深信，我甲我的家甲上帝拢有约，阿门。咱做伙来宣告好无？我甲我的家甲上帝拢有约来，我甲我的家甲上帝拢有约。是，这是诗篇内面会当互咱清楚看见，搁一摆重复。互咱明白，上帝是祝福，是万福的源头。
搁过来，咱嘛会当看见。哇，诗人就讲这个正直的人，伊的厝有财米，有财宝，伊的公义要存到伫永远。哇，这是对信仰到伫物质上的看见吼。这个伫旧约的观念内面真清楚，义人因的厝是丰盛的，是上帝满满祝福的，咱拢会当看见。对，对亚伯拉罕开始，对吧？吼，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拢是富可敌国的，对吧？哇！这国家这战争，毋免我叫我的所呢家丁出去就会当战赢咧，安尼有厉害无？吼！哇！这就是咱看见。伫旧约内面是安尼真清楚，所以咱嘛会当看见伫旧约这义人，因就运用上帝互因的财宝去做上帝所欢喜的工。那伫咱的教会，咱嘛是有安尼的努力哦，期待上帝帮助咱。后来咱阁看见，伊讲正直的人伫黑暗中有光伊显发现，有恩惠，有怜悯，有公义。所以兄弟姊妹，既然是属上帝，既然是属上帝，就有上帝的属性。好，咱是上帝所创造的，上帝有将伊的部分的属性赏赐予咱，互咱会当去担着，这位上帝伊的美妙嘛，会当互咱知影。所以咱属上帝有属上帝的这个属性，所以咱做代志就安那，就是公义嘛，就是诚信嘛。上帝嘛要透过安尼，咱行伫公义、伫诚实的上帝，伊的恩典嘛要永远袂改变咯。这就是咱继续领受伊祝福一个真重要的观点。所以诗人安尼甲咱讲，就是正直的人，因伫黑暗的中间，就是伫环境内面，大环境有真大的挑战，甚至身躯有真大的软弱，总是因知影，迄个光。上帝的真光必然会照光伊，互伊明白上帝的引带是美妙的，互因经验上帝的伟大，会当真紧脱离这一切的关系，黑暗的关系。感谢主吼！拄啊，牧师要起来讲道，就感动一件代志。你有感觉我欠一项物件无？我的背架。可以休息了，好所以我只要真细意这个关键就会使。所以感谢主，是啊，过去这个病痛，靠着信心不断学乐，不断宣告，上帝是我的救主，上帝是我的帮助者，互我会当去经历是，嘛会当搁较去体会，伫咱中间兄弟姊妹迄款的软弱。需要更较侪的关怀带导，这人拢是上帝伫我过去这个过程内面不断地提醒，也伫经验的一件代志。是大风大雨，拢是短暂的，咱会当去经历上帝甲咱同在，伊的光照会当帮助咱。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去了解，这个圣神的引带。咱有上帝的属性，就是有恩惠、有怜悯、有公义。阿门。所以咱做伙来宣告，好无？来，我有恩惠、怜悯甲公义的性情。阿门。是上帝有将这个赏赐予咱哦，互咱会当去体会，会当去活出这个来诚最美好的见证。所以诗人最后就宣告讲：义人伊永远袂摇动，义人会互纪念直到永远。真侪人拢足爱互人记得人，对无？毋过，互人记得无一定是好的代志吼，因为人较习惯胜利的胜利的是非啦，讲这八卦的物件啦，讲着迄个人，我就想着伊安怎，有无？咱讲的甲前的代志拢会当乌出来吼。总是人若纪念咱的好，也搁伫上帝的面前受纪念，这是甚物？这是表示讲是。咱所行的是合上帝心意的，是上帝所欢喜的。若是安尼，咱就求上帝帮助咱，会当搁较去体会到是，义人要伫上帝的面前受纪念，直到永远。这甲咱讲，上帝透过安尼，将伊的恩典满满，要伫咱的身上来显明啊！伊永远属伊的人，要为属天的福气，伊永远有迄个
荣耀会免流，为着咱被颁敢毋是？所以咱在讲，咱着爱安那得救，咱着爱爱有得救的性命，然后咱有持守得胜，然后咱就会当得到上帝荣耀的冠冕。这是你我所努力的一件代志。所以咱就知影，义人的路就是通往永活的道路。咱拢行伫即个顶面，愿上帝帮助咱，会当好好体会每一届到伫伊的面前的时阵，咱拢会当真清楚。所以最后咱就看见保罗，伊就安尼讲。只是我前掠做甲我有利益的，现在因为基督拢看做有损害。我嘛将万事看做是有损害，因为我认捌我的主基督耶稣看伊做至宝。阿门。是保罗伊会当真济的骄傲，总是当伊认捌这位国外的主了后，伊将这个看做是本色一般样。因为伊看人生上界赞的至宝，就是伫耶稣基督内面，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咱每一个诚做伊的百姓的，也愿上帝帮助咱。这是一个属天甲属地价值观信念的一个转化的一个时刻哦。互咱会当来了解，咱生命的核心就是伫耶稣基督内面。咱过去检测咱掠条，也是讲人所讲的，什么是上要紧的，总是伫咱的信仰内面。咱爱有智慧来分别清楚了后，咱就知影什么是属上帝的，什么是永远的，什么是暂时的，什么是会当得到上帝喜乐欢喜的，什么是会当互上帝来正做。甲咱同大同行的一个要件的一个生活，这拢是伫你我每一个生活甲信仰内面，咱拢会当好来努力来了解吼。所以耶稣是世上的至宝，阿门。耶稣是世间的至宝，咱做伙来讲来。耶稣是世间的至宝，阿门。最后牧师讲一个讲一个就是巴哈吼。我去德国的时阵有去到巴哈伊的即个服侍的一个教会礼拜堂吼，伊迄个叫做圣托马斯礼拜堂，伊伫迄搭遐做诗班的指挥，做因当地的即音乐的总理吼，27年久哦，真谦卑的一个人。巴哈伊写真济的创作，管风琴的伊本身嘛是小提琴啦吼，等等真济的乐器真会当。会当荣耀上帝特别咱会当看见巴哈伊有讲一句话，讲音乐唯一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荣耀上帝，嘛要照着安尼来唤起人。所以伊做音乐真清楚哦，伫伊所做的每一条诗的头前，每一条歌的头前，伊拢会签这安尼吼。当然，这就是德语的一个简写，意思就是讲求主帮助。结束的时阵。伊会写 SDG 吼，意思就是Soli Deo Gloria 就是荣耀归乎上帝。意思就是讲，伊要写一个歌，伊就求上帝帮助，毋是叫我迄气我的技巧，是圣神感动我写。最后，伊就讲，这条歌是要归荣耀上帝。遐有名伟大的音乐家，却是显得谦卑。会当互咱来体会，所以伊每一条歌拢甲圣经有连结咯。所以巴哈伊讲上帝若为了小字符的所在，毋好随便改做问号啦。这句真有意思。咱拄着挑战的时阵，小字符的时阵，咱拢会问讲为什么？是为什么？上帝在哪里？人这个人是安怎？伊讲毋好去改。该小字符的时阵，就要小字符。伫音乐内面，迄个小字符是有真特别的含义的，是有无同款的处境，拢在表达这条旋律的特质的所在。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伫今仔日圣餐，也看到新的朋友伫咱中间的时阵，伫生活、伫信仰、伫教会的生活内面，咱拢会当彼此更较侪的提携。阿门。愿上帝帮助咱吼。我想第一堂吼，咱回应诗就放唱啊啦吼，因为咱第二堂等下较侪人爱伫用交易厅来开会吼，
好，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互阮会早起伫遮敬拜服侍你。阮深知甲你同坐倒，这是搁一摆阮甲你结连上介好的证据，透互阮深知阮是归属你的。阮既是归属你，遐黑暗的关系，阮拢奉你的名会当斩断；遐病痛软弱，阮拢奉你的名。阮知你要一步一步引带，你要做医治的工作。互阮伫即个过程更较经历，阮毋是靠家己，是靠全能的上帝。多谢你将即款的福分放伫阮的中间，也多谢你帮助阮，会当行伫四正的道路，互你算阮是义人，互阮成做正直的人，伫生活、伫工作、伫服侍、伫家庭、伫教会、伫社会种种，拢会当应现你的使命。多谢你，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所以就是奉献的时间。今仔日是咱圣餐的主日啊，咱有即个奉献茶后，会来当请咱来为着即个今仔日是圣餐的主日来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听，嘛是信心的行动。请咱以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阮教主是阮祖先，欠伊领受我命转换，心心感化，家己开朗，好搭主阮心心所愿，甘心乐意，一心一意，一切所有拢属你。阮上甲有，你上甲你，阮要做心应互你。会众听起立。阮教主是阮祖先，欠伊领受我命转换，心心感化，家己开朗，好搭主阮心心所愿，甘心乐意，一心一意，一切所有拢属你。阮上甲有，你上甲你，阮要做心应互你。阮上甲有，你上甲你，阮要做心应互你。会众请坐，时间分享的时间，请牧师。咱即个是咱来关心咱的教会的事工，咱来念即礼拜导读的经文来，请上帝上主啊，你永远存在，你的话确立伫天顶。来，搁一届，上主啊，你永远存在，你的话确立伫天顶。诗篇119篇89节，咱每一天将上帝话放伫咱的内面，互咱的内面时常因为上帝话来得到清气。好，过来，这是咱的昨昏咱的启发周末营吼，有真侪遮的初信的因来参加，拢总有18位的新的朋友。昨昏就是圣灵的营会吼，所以伫遮嘛有真侪新的体会伫因的内面，感谢主。好。
过来就是咱的培育学校，咱的门徒班有6名吼，已经来完成来结业好。咱的领袖班咱有遮兄弟姊妹来结业吼。好。今仔日是圣餐甲主同齐的以及洗礼吼，所以咱稍等一下第2场是洗礼的时间。好，另外咱今日的启发幸福小组有备课吼，所以礼拜煞了后，请咱的副长来备课。好，礼拜煞了后有咱的小会，所以请咱来注意这个时间。好，过来就是咱的社区、咱的舞班以及咱的星光学院吼，咱的招生，所以嘛，请咱来注意。好，过来，咱要请牧师以及咱的长老吼，拢伫教育厅遐因为咱这18位的兄弟因小等下要洗礼，所以爱有迄个会前的小会，所以咱的长老甲牧师拢集合伫教育厅咱等一下吼，若礼拜煞的时，因为迄个所在有18个，佮加上因的组长因的，所以可能遐爱读20几个，所以咱等下互因安静伫遐小会，甲因来熟悉来问因一寡信仰的基要的真理所以咱兄弟等者吼，阿门颂结束的时，咱来对遮行出去，好无？吼互因遐会当安静吼。这是等下结束了的时阵，咱的动线今仔日再小可来调整一下。好，佮咱来看吼，这是咱顶礼拜就是咱的小组来到伫即马看迄个启发的电影，大概拢是咧讲圣神，咧讲圣神。所以这是咱基督徒上好，耶稣基督互咱的一个足好的礼物吼。咱看到每一个小组带领充满着上帝迄个圣神的恩典甲快乐，充满喜乐。感谢俄罗主。好另外吼咱的嘉佑弟兄甲怡慧姐妹因当时结婚典礼7月4号吼，真紧吼，即摆已经6月所以有邀请咱的诗班来献诗，所以咱伫6月13、6月27拜六暗时8点有练习的时间吼，请咱在兄弟姊妹圣歌队的兄弟姊妹会当来参与吼来为着因来献上咱的祝歌。好，过来。好，咱的电梯，咱的更新对吧？感谢主吼，咱的兄弟姊妹拢有真好的见证，真好的规矩咱遮的勇壮咱拢行楼梯遮的身躯较软弱的坐电梯所以咱的兄弟大家拢真照这个特殊吼不过咱伫顶礼拜吼伫1楼有小可安尼，甲咱的住户吼这电梯安尼要烧钱吼所以有一点是一点无啥欢喜吼所以咱兄弟姊妹，咱毋免甲住户杀钱因若买，就互因大声咱慢一下，可能1分钟、2分钟，安尼袂要紧，好无？吼这个中间就是咱做见证上好的时间是，所以上帝的确互咱兄弟姊妹拢有足悬度的有高度，所以因若要坐，当然咱就先让因坐因为住伫遮啦，逐工拢爱坐咱是拜六、礼拜日来所以即届因为一台电梯那嗲，所以对因来讲拢爱等足久，像牧师对14楼要落来即马拢爱等差不多4分钟所以袂要紧咱拢真有耐心所以也多谢兄弟姊妹的配合好，过来这是咱的协会咱的协会有办这活动，星光学院个亲子的保龄球赛伫6月13，所以你若有兴趣，你会当来报名。好，过来就是咱的中会要开这个财务的研习会地点伫咱的永光教会是由咱中会财务部部长是咱的国宾长老咱的国宾长老来做讲师所以咱的同工有一寡人爱出来来到协助，然后来接待这也是咱教会会当来服务中会一个真好的机会好。这是丽娜牧区因伫拜六要去到伫麦克田园去牧区的旅游上帝嘛保守因嘛带真济的新朋友感谢主。好，过来这是秀莲牧区因要去宜兰嘛是真好的安排好，过
过来就是咱的儿童夏令营，因伫7月要去到伫司马县喺山顶尾溜遐，伫遐露营吼。所以这嘛是一个真好的活动，囡仔伫遐爱家己用做真侪手工的物件吼。好，过来这是咱的青少年的活动吼，上帝嘛继续祝福哈，因在准备中间拢有智慧。好，过来就是咱有一位姊妹吴文平姊妹哈，伊的新厝的家庭的礼拜。好过来。咱的黄茂昌弟兄哈，伊家庭的性别的礼拜哈，感谢主，因来认捌耶稣了后，然后厝里要甲这过去所拜神明偶像要除去吼，所以若有要除偶像，这拢爱请牧师去到伫家庭做性别的礼拜吼，毋通家己摕甲摕走吼，拢爱有牧师来主持，才会当分别做成吼。好。过来就是咱为着咱的兄弟姊妹，咱的长者吼，上人的玉霞姐，伊有开刀，久久无来吼，牧师敲电话，伊拢无接，所以无真好联络吼，所以但是咱知影目前知影伊的情形，所以咱的上人，咱的长者嘛，为着咱的玉霞姐来祈祷，过来就是为着咱的恒宇吼，咱的小鱼知影吗？吼，伊伫3礼拜前有来。伫迄个国家音乐厅底下演奏吼，演奏了后来因巡回去到伫日本，后来伊伫日本说因为伊的迄个口腔吼，迄个细菌感染啦吼，所以说发烧痛，所以演奏到一半，所以就只好转来台湾，随去台大，吼所以即马住院伫台大咧检查吼，迄个细菌到底安怎来感染，所以咱的恒宇充满信心吼，上帝过去安怎医治伊。即马嘛要医治伊吼，所以咱为着咱的兄弟姊妹祈祷吼，好，有新的朋友伫咱的中间无 ？OK， 好，咱这是咱请起立，咱互相来祝福。牧师来祝福的祈祷，但愿全能白上帝你的恩典，耶稣基督你的救恩以及圣神的保护，甲愿众兄弟姊妹以及因的家庭同在，佮伫因的身躯的软弱，主你来行医治的工作，互因伫这个礼拜，不管是伫因的工作的职场，也是伫家庭，伫任何的所在。拢要活出耶稣基督你的香味，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姊妹大家平安。咱即马要出来吼，咱对头前，来，咱对头前啊，遐个门莫拍开吼，咱尽量来对头前。好，咱来对头前。好，咱后礼拜搁一摆来见面。Nothing to lose, so can't stop, won't stop falling into you, my God.